好，中国咧威胁，真正袂当大意。中国东部战区今日宣布，用新代号“正义使命2025”演习发动伟大军演，明仔载会展开实弹射击。越南总统府是多来批评中国迫害台湾海峡的安全甲稳定。国防部是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执行备战这个操演，也有掌握14架中国军舰、89座中国军机投入军演，也讲。国军公布监控的画面，有严密掌握中国军队因的动态。舰机多项抵近台岛，驻军兵种联合突击，旨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。两化情势恶化，中国部已经宣布对台湾发动军演，29以新代号“正义使命2025”演习，针对台湾北部、西南、东南、东部投入海空舰备警巡，夺取综合制权、要港要核防控、外线立体合作者的项目。中国发布强军演习画面，强舰向海面目标连续发射火炮，有挑战的意思。中国这届军演佫纳入反制国军海马式刀光火箭，恐吓台湾的意思真重。伊佫30要对台湾周边划定5区进行实弹射击，采取了并航监控。包含飞弹的追歼等相应的应变措施，因此都在全程的掌握当中。国军批评中国是上大的和平破坏者，已经成立应变中心，执行立刻备战操演。到下晡3点，掌握中国出动14架南巡89架强机出海，佮公开监控图像，包括 F-12V 监控中共歼16，也甲海军真侪架军舰，像电弹军舰、金装强舰、安阳舰这动态。国军嘛证实，中国威胁烟混区域范围已经包含台湾领海12海里，三军部队严密监控。北部的区域，还有我们西部，也就是马公的这个旁边这2个区域，那南部的那个区域之外，另外一个东部的区域，它都已经划设的范围都已经把我们的12海里都已经划设在里面了。反制中国伟大军演，海军海防大队有离开营区，部署伫宜兰头城。现场会当看到雷达车、反舰飞弹车待命，伫执行任务。2台分8架车伫屏东万丹交流道卡，车顶官兵全身武装，赶往战术位置。伫乡村苗皮头公园，地对空飞弹已经升起发射架，准备反制空中的威胁。国军透过宣传影片建论台湾，坚定守护，展现三军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。总统府嘛严厉谴责中国军演，杜英台要求中国需停止演习。此时此刻，面对着外部的威胁，我们最需要的是内部的团结。而认为中国还有善意的任何幻想，也终将破灭。台北市长周万安昨伫城下论坛致辞，望台海莫阁有风影。无想到人才拄啊离开，中国就发动伟大军演。周万安嘛提出谴责，佮讲执政者的责任应该爱降低风险。任何造成区域冲突升高的行为，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。陆委会正式谴责中国军演是中国用心设计的两手策略，凸显中国是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，要拍要打这个行为，让台湾人民甲国际社会无法度接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